主，我们感谢你。今天虽然是常年期第9主日，我们要来读马太福音。主啊，帮助我们从这段圣经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荣光堂应该走在什么样的道路上，带领我们的脚步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的经文是3·1主日的经文，是上主日的。然后呢，我上主日讲的是圣灵降临节的。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透过这段经文，到底我们荣光堂要成为什么样的教会？那我心目中很渴望荣光堂成为一个真正卫理中的教会。那卫理中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？约翰卫斯理讲得非常清楚，我们不只传福音，我们也关怀社会。所以卫理中的教会是个双福的教会，一方面关怀社会的福利、社会的人权、社会的经济、政治各方面我们都关怀，但是更重要的，我们也把福音带进去。所以这叫做双福策略。现在这个策略在台湾有一些教会非常的看重，其实来自卫理中的教会。我举个例子，约翰卫斯理他临终的时候，我们也最近办了几次做一次礼拜嘛，我就想到约翰卫斯理临终的时候，特别要求帮他扛棺材的人要找12个人，每一个人给他3磅的钱，好高啊，3个月的薪水，抬一个棺材就3个月的薪水。但是先决条件是要找到12个人是3个月已经失业3个月的，扛一次就解决他3个月的生活费。那种对人的关心，约翰卫斯理到死之前还拖着老命，一家一家去募捐冬天的衣服，他的那个鞋子踩在雪里面，几乎都冒到他的胸部。他87岁的人，人家就把他抓上来。其实他这个人喊一声都可以，但是他要做典范。第二方面，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双方面的教会，一个是注重大诫命，也注重大使命的教会。大诫命是爱神跟爱人如己，所以基督徒，所以卫理中认为，我们带人信主还不够，还要带人迈向成圣。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。什么叫成圣呢？简单的说，什么叫完全呢？简单的说，就是爱神又爱人，这个叫做大诫命。爱人跟爱神是2只脚，然后爱人方面要爱人如己，又是2只脚。这是传承犹太人的观念。你走路1只脚也可以走，但是不太好，2只脚最好。所以2只脚就是你要爱人，也要爱自己，爱人如己。跟人际关系双赢的，夫妻双赢，亲子双赢，老板跟员工双赢，那牧者跟会友双赢，这种双赢叫做爱人如己，然后爱神爱人这一方面。另一方面呢，约翰卫斯理不但强调了第3个观念，就是大使命，大诫命要跟大使命。如果只有大诫命内具相爱而已，没有去使外面做主的门徒，这个教会就变成萎缩，变成内聚的教会。所以我们要注重大使命的教会。好，既然是这样的话，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讲到马太福音的大使命。那这个经节我们大家都好熟，而且也听过好多这样的讲道。那我今天简单的分2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是了解这段经文，第二部分呢我们怎么应用。好，这段经文是讲一个事实。就是第16节，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，到耶稣约定的山上，他们看见耶稣就拜他，还有人疑惑。一个事实就是耶稣真的复活了，而且复活了，他显给摩大拉的玛利亚看，然后说：“你去报告我的弟兄，叫他们往加利利去，他们要在加利利在那里看见我。”所以马太要求这位妇女，就摩大拉的玛利亚，她成为使徒中的使徒，是一个非常尊贵的妇人。因为在犹太的传统，妇女是不准在法庭做见证，
耶稣却拣选妇女，因为这个妇女勇敢，去在复活的清晨去见耶稣，去用香膏膏耶稣，所以她胜过了罗马兵丁的武力，罗马的政权，那个犹太公会的压力，这一些勇敢做见证的妇女，成为一个非常荣耀的，把女性的地位提到这么高。我们知道耶稣对女性两个地位这么高的是，使她成为使徒中的使徒，了解吗？因为使徒就是为耶稣复活做见证的，然后第一个做见证的，并且告诉耶稣复活给使徒做的，所以使徒中的使徒。第二个我们已经讲过了，就是耶稣曾经叫马大跟玛利亚，叫玛利亚到他身边听他讲道，成为神学家，成为一个教导者，成为一个领受上帝话语、宣讲上帝话语的人。这个是破天荒的。以前是妇女就是乖乖坐下来听男人讲道的，把妇女的地位提到这么高，所以马太福音就告诉我们，大使命的基础竟然是妇女，这地位很高。但是呢，宣讲的是给11个男人，这11个男人也很可贵，他们启程往加利利，这是信心的跳跃，要跑到那么远的地方，回到加利利。加利利是什么？我们知道是福音的根本，所以这加利利很像路加在说的。你知道路加在使徒行传1章8节说，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什么？得着能力，必要在哪里？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从哪里？他们那时候站在耶路撒冷，是从自己开始。换句话说，大使命是从家庭、从自己的家人做起，从我们的教会做起，从我们的四周做起。有人愿意传福音到非洲、到大洋洲、到南极洲、到北极洲，就是不肯传福音到他四周。从我们自己开始，从我们的家人开始，从我们的最原点开始，在那里开始整个福音工作。然后耶稣在一座山上对他们说：“在山上是指着什么？是指着上帝临在的地方。上帝跟以色列人在山上颁布律法，耶稣在山上登山宝训，耶稣在山上显圣容。这些山上都在告诉我们，大使命的基础就是跟上帝亲近，跟上帝敬拜。虽然这些敬拜人还有疑惑，但是等一下我们会谈这个重点。所以复活的耶稣在山上的显现，这是个事实。第二个是一个肯定，复活的主拥有权柄。他说：“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”我刚刚初中的时候第一次读到这样的经节。我初中为了反对基督教，就去买圣经，特别读圣经，而且每次找到神父、牧师都去跟他辩论。我那时候初中都是这样子。那时候我读到这个的时候，好有趣，我还记得。我觉得释迦牟尼生下来就会走路，而且走路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。那个神话啦，没有人生下来就会走路了。但是我以前都是信得很的可是耶稣呢，却是在他死而复活以后，才开始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那个耶稣是指着他引用的但以理书第7章14节，他赐给人子统治权、尊贵和国度，各民族、各邦国、各异语的人民都要奉他。他的国度是永远的王权，永存不替，他的国度永不灭亡。所以说，上帝在旧约的但以理书里面预言，有一位人子，上帝要把他的统治权、把他的尊荣、把他的国度都赐给人子。而耶稣说，人子是血肉之躯。这位耶稣曾经受苦、受辱、被迫害、被杀死，被用枪刺入肋旁，流出血跟水，被戴荆棘冠冕。现在这一位成为复活的基督，他也是乘着云彩来的万世君王。所以上帝把权柄交给耶稣了。所以现在耶稣在掌权，他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。将来在大审判的时候，
也是要施行权柄，所以耶稣握有权柄，他就把这个权柄交给我们。换句话说，大使命还有个基础，不只以敬拜为基础，而是以耶稣基督的权柄为基础，我们拥有权柄去做这件事情。第三个是一个差遣，耶稣说：“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”所以耶稣既然是天地的主，我们身为蒙恩的门徒，我们就要积极的为他服侍，然后好使万民成为主的门徒。所以耶稣的差遣有普世的面向。耶稣原本只是对犹太人，然后现在复活的基督，把他的恩典的范围向普世泽及万邦。你们发现卫理中的教会跟长老会绝大的差别是什么？卫理中的所有的诗歌，不管你唱那个神圣纯爱歌，还有那个复活节的歌，还有那个新生玩歌，所有的歌最后有两个特色。卫理中的诗歌，一个是上帝的恩典跟爱是泽及万民，所有人都可以领受；第二个是一定是善终祷文，好有趣。卫理中的诗歌每一个都说好像我要走了，不是要死了，而是说基督要再来，再来的时候要变成荣耀的身体。所以我在基督第一次来临到再来的中间，我活着，我就有一个大使命的机会去做工，就成为基督的门徒。最后一个是一个应许，应许就是耶稣要与我们同在。你知道复活的主要与我们同在，最特殊的是耶稣的名字一开始天使就叫他取名叫以马内利，上帝与我们同在。福音结束的时候，耶稣在提醒他也要以马内利。好，从这里我们来反省两件事情。第一个，请问执行大使命的是谁？执行大使命是谁？是11个门徒。11个门徒就在提醒我们，犹大背叛了，应该12个，以色列是12个族，结果呢跟12个支派有关。昔日的12个使徒，现在只剩下11个。路加的使徒行传有提到补了马提亚，但马太叙述只有11个门徒参与伟大的使命，11个数字是残缺的。换句话说，耶稣所差往去全世界传福音的教会，跟所有的门徒是会犯错的，是不完美的。所以，耶稣对我们这些不完美的人，赋予完美的圣召，这是我们应该感恩的。我们不要讲说我哪一天灵性好了才可以。有一次我去对那个北美的那个中会的大学生讲道，结果我就谈到婚姻的问题。结果有一个30岁的男生说：“牧师啊，我那时候是传道的，成传道，我还没有成熟怎么办？”我看了他以后说：“你已经够熟了。”他说：“我还没有装备好，什么时候才结婚？”我说：“你够熟了，你只要唯一的是勇敢的踏出来。”他跟一个人恋爱了10年了，觉得还不成熟。我说：“你等你成熟，已经40岁、50岁了，同意吗？”当你有一天觉得你已经成熟了，对不起，你已经僵化了。一个会觉得自己不成熟的人就是成熟的人，这是吊诡性的。一个觉得自己成熟的人就是不成熟的人，因为你觉得我都成熟了，不用再学了，不用再什么了，我已经满足了。那保罗说：“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我不以为我自己已经得着了，对不对？我不以为我已经得着，我不以为已经完全了。”然后他却说：“我们中间凡是完全的人，都要存这样的心。”又说自己不完全就完全，那什么意思？所以，耶稣用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去做完美的工作，没有关系，不用等到说我们准备好了，什么时候再准备好？了解吗？结果那个弟兄30岁了，他说：“我还没有准备好进神学院。”我说：“你等到你退休再进神学院好了，那时候你已经准备好了，对不对？什么时候神的恩召到了，就是决定的时刻。”然后他们看见就拜他，而且还有人疑惑，我们很惊讶哎，这些人听到摩大拉玛利亚说复活，又听到彼得跟约翰复活，结果耶稣也跟他们显现，就还在疑惑，搞什么鬼啊？了解吗？请问我们什么时候才不会疑惑？只有我们死了见主面就不会疑惑了，同意吗？
是不是？有人问我说：“你会不会怀疑你结婚结对了？”一直问我，我说我已经结婚了，我不会问这个问题，我只会问说我如何使我的婚姻更美好。啊，你会不会怀疑你为什么当年要生孩子？我说我不会问这个问题，我只会说主要是如何我带孩子更好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我既然被派来荣光堂了，我就想怎么让这个教会更好了，就这样而已了，不会想说当初为什么会被派来，不会问这个问题。所以呢，耶稣基督用的人是一群会疑惑的人，既残缺又会疑惑，所以我们很惊讶，了解吗？其实呢，耶稣没有责备这些人的疑惑，他理解他们的疑惑，向他们的信心说话，他知道他们的软弱，知道他们的弱点，但是叫他们仍然履行大使命。换句话说，大使命不是交给天使，不是交给完美的，不是交给那个活力那个灵性高超的人，是交给那些在敬拜中又摇摇晃晃的人，了解吗？他一方面又跪下来敬拜，一方面摇摇晃晃，这些人怎么配呢？怎么堪呢？上帝就用这样的人，所以天使在上面你也不服气。我们天使这么完美做，为什么不用我们？这样了解吗？这样所以这样的就帮助我们更谦卑一点。如果我们看到哪一个人服侍，那个人有配得服侍，你又知道说，上帝就用那个软弱的，叫那刚强的羞愧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子。好，你看门徒将来要在使徒行传中，他们还是能都软弱，这样，但是那个软弱变成越来越刚强。你看彼得那个雅各被杀了啊，彼得被关啊，第二天就要杀彼得了，你知道吗？结果那个晚上彼得在做什么？在睡觉。明天要被杀了，今天在睡觉。睡了以后，那个天使来叫他，踢不行，摇他摇不行，捏耳朵不行。最后什么？你知道全身最妖的是哪里？肋骨这里嘛，肋旁嘛。结果天使就给他摇，那个彼得说卖差啦，被捆了啦，就醒来了。天使救他嘛，这样了解吗？软弱者在圣灵的充满，还是会迈向完全呐。亲爱的，第二个，我们要反省这段圣经教导我们，虽然软弱不完全，但给我们的大使命是很美的。这个要我们聚焦大使命是培育门徒，这里面唯一的动词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那个英文叫做 make disciple， 制造门徒或者产生门徒。所以我们教会要成为一个 disciple maker， 而不是 trouble maker， 而不是要叫你服侍的时候你就变成 water maker， 听懂吗？有一些人就答应好了，公共归本机啊，这么一腾席，然后到中途绕跑，这个人叫做放水的人呐，就 water maker 了，跑走了。好，做我的门徒，意思就是教会最大的事工，就是产生更多愿意跟随基督、投身学习耶稣基督所学的教训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主路讲道，其实我很想把主路讲道甲乙丙三年讲完福音以后，在3年以后讲书信，在3年讲旧约，然后把圣经整本四福音讲完了100%，书信讲完了97%，旧约可以讲完33%，按时分粮。我但是这个做不到。但是我渴望的是什么？我们教会成为一个教导门徒的人，所以我们教会要教导弟兄姐妹们：你信什么？这是属灵信经。你要怎么灵修祷告？这是主祷文。你要怎么活出基督徒的样式跟荣美？这是十诫。那基督徒怎么领受神的恩典？会读经，会祷告，会灵修，会爱人，会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，这是灵修生活。你如何了解圣经整个的内容？这是我们的圣经课程。还有，你怎么在这世上成为上帝百般恩赐的管家？这是什么？这是管家职分。所以你看，我们教会的那些课程，就是帮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培育门徒的教会。如果我们能够产生更多的门徒，然后门徒产生门徒，这样的话，我们的信徒不但在家庭中成为门徒，以及在各行各业的职场上成为门徒，这是一个很美的。所以大使命的对象是万民，
所以我巴不得荣光堂哦，真的学生产生学生，老师产生老师，社青产生社青，姐妹产生姐妹，弟兄产生弟兄。哦，我们今天晚上有弟兄会，欢迎参加。晚上的8点哦，这个换弟兄带领更多的弟兄，姐妹带领更多姐妹啊，双伯带双伯，各个人都可以做主门徒。另一方面呢，我们课程这样设计呢，其实有一个原因。你们知道，我们卫理公会在洗礼的时候，我们不用传统的是奉主耶稣的名给你施洗，然后就浸在水里。啊，有人是泡3下了，水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拉起来，都这个。其实这样的洗礼只是临终的洗礼，你知道吗？人家病危要死掉了啦，就给他这样洗礼了。完整的洗礼就是我们教会所做的，不但你要弃绝魔鬼，还要宣告你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我信耶稣基督，我信圣灵，还要在神面前誓约，并且给他膏抹什么？抹油按头在他头上，使他成为小先知，明白神的话语，宣讲神的话语，活出神的话语。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设立读经跟要理班的原因。然后呢，这是先知的职分，而且我要成为一个代祷者，使别人因我蒙福，那成为一个灵修的代祷的人，那就是一个小祭司。所以我们教会才会开灵修的课程。再过来，君王服侍，成为上帝百般恩赐的管家。这样的课程其实是合乎我们的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施洗的意思是与基督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。更重要的是，同时领受耶稣施洗的时候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那我们同时继承了耶稣基督弥赛亚的职分，成为小先知、小祭司、小君王。巴不得我们这样的话，我们教会的一个蓝图就会非常的美。我们教会为什么要做这个？其实我们是遵照耶稣的大使命，活出耶稣的大诫命，并且能够跟这个社会、跟这个土地整个连结，我们成为关怀这个社会的，然后把福音传开。所以我才会很渴望什么？很渴望我们将来能够募款社会的工作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帮助最弱势的人，帮助弱势人。现在卫理公会是有帮助弱势人，但是都钱给过去了，给800万给台东的弱势的国小午餐跟课那个，然后给屏东的，可是钱给出去了，却福音没有到，就很可惜。我们觉得钱给出去了，帮助人了，给人恩典，然后呢，要让他认识施恩的主，使他跟永生的上帝结合，这才是双福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渴望我们荣光堂成为一个执行大使命、使万民成为门徒的教会。我们也渴望荣光堂成为一个活出大诫命、爱神爱人的教会。更让我们跟高雄地区、跟普世都能够接轨，活出一个关怀世界、领人信主。主啊，恩待我们这个教会，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